大家好，我係香港大學成長易計劃嘅課程發展主任 Tony。成長易計劃會推出3分鐘爸爸系列嘅短片，同家長分享一下點樣幫助小朋友順利銜接小學生活。有研究發現，如果想小朋友順利升小，就要培育6種嘅關鍵能力，包括係情緒調節能力、基本學術能力、情意社交能力、自給自足能力、行為調節能力同埋自律能力。今集呢，我哋會聚焦去講下點樣培養小朋友嘅情緒調節能力。當小朋友面臨升小呢個轉變嗰陣，可能會因為陌生嘅同學、老師同埋環境，仲有截然不同嘅課程常規，會產生焦慮。家長可以喺兩方面觀察一下小朋友嘅狀態，例如喺心理層面有冇出現一啲情緒波動嘅情況，喺生理方面有冇出現經常肚痛、失眠呢啲嘅狀況呢？如果家長發現小朋友有呢啲嘅徵兆嘅時候，就要主動同佢哋去傾下，了解下佢哋嘅感受。親子共讀係一種有效嘅引導方法。家長可以同小朋友閱讀一啲情緒繪本，例如呢一本《彩色怪獸去上學》。故事講到彩色怪獸第一次返學嗰陣，因為環境好陌生，佢都會有好多嬲啊、怕醜啊、恐懼啊呢啲嘅情緒，而佢身體嘅顏色亦都會隨住佢嘅情緒有變化。透過共讀，家長可以俾小朋友去知道，其實面對新環境有複雜嘅情緒係好正常嘅。鼓勵小朋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要主動同父母去講。開學之後，家長亦都可以每日去問下小朋友，今日你嘅心情係咩顏色啊？然後就喺小朋友佢嘅顏色選擇入邊，了解下佢今日喺學校入邊有啲乜嘢嘅情緒。喺適當嘅時間就俾佢一啲嘅輔導，特別提醒父母角色嘅分工。好多時媽媽都係會比較情感豐富，好急於要去回應。喺呢個時候，爸爸就適合做一個聆聽者嘅角色。建議父母都要保持耐心，唔好急於好快諗住要為小朋友提供一啲解決嘅方法。我哋應該先俾小朋友有充分嘅時間去講晒佢自己內心嘅感受。最後俾一個小提示大家，就係少追問成績分數，多關注情緒狀態。下一集我哋會去探討一下點樣培養情意社交能力。我哋下次見啦。